咁佢近排已經成功突破咗。咁所以其實咧就我覺得後續咧即係今年啦，2026年啦。我覺得係會比較睇好，就係 A 股係可以追翻少少落後嘅，即係譬如相對於美股嚟講，因為都落後咗好多年。咁但係今年嚟講咧，其實可能都有機會有一個轉機，有機會有一個轉機。咁喺呢個大背景嘅即係大環境嘅前提之下咧，其實就過往中港股市大升咧，其實會其中一個炒嘅主題都會係券商股啦，因為即係當股市非常之熾熱嘅時候，當全民都去炒股嘅時候。咁好理所當然就係會利好一啲券商股啦，因為券商嘅交易手續費都會上升。咁所以咧就個道理係非常之簡單易明嘅。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呢一個板塊係會值得去關注下嘅一個板塊啦，喺今年嚟講。咁而如果以港股即係嘅券商有啲咩選擇咧，咁啊其實就6030或者係3908啦，呢兩隻可能都會係比較覺得好啲，即係中金同埋中信證券咧。